伫咧嘉义水上溪东公园后山引过草啊是发真悬，不过嘉义县政府对去年开始利用社区规划署的训练课程，配合当地环境做实际操作。最近一个课程结业啊，因利用当地山野树起一间树仔厝，替公园做大改造，变甲是真迷人。有树仔厝东北，边仔阁会当生厝草坡。这座公园透过36位社区规划师的打造，成做嘉义县第一座社区型的共融公园。我们所有的主题就环绕着这些林木去做发展跟设计，包括说那个林下的一些平衡木的游具，还有树屋啊，还有一些草坡。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，全部是来自于这个环境本身的一个特质。溪东公园的后山边仔有真侪树仔，而且是实物操作课程本的36位社区规划师，利用原地的环境设计新的设施。而且，佫利用山野树起一间树仔厝，增加公园的特色。其实闲置的一个空间，那我们透过社规师跟在地的社区志工伙伴，那大家一起整理，那重新规划。那特别是我们这次有跟树屋协会来合作，那也打造了嘉义地区第一座的树屋。规划这个公园的36位社区规划师，为去年8月开始训练，最后用这个公园展现成果。县政府也颁发结业证书，希望未来因会当替更较侪社区提供地方创新的力量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